弟兄姐妹们平安，兄弟姊妹平安。很高兴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边敬拜主。真欢喜伫上帝恩典内面，咱能做伙伫遮聚集来敬拜上帝。我知道说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外出，今日有一寡兄弟姊妹无伫咱的中间因外出，我们也是想念这些外出的弟兄姐妹。当时阵咱嘛真想念因。那知道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幼儿他们现在今天不在。嘛有真侪幼囡仔因无伫咱的中间。有些在小提琴的演奏会。嘛有伫小提琴的演奏会。有些是在这个他们是应该是 Snowden 的浸信会有一个他们的幼儿事工的毕业典礼。伫 Snowden 的迄个浸信会，因有一个毕业典礼的这个演奏会。那这个他们的幼儿事工也是我们教会同样的模式的幼儿事工，我们教会计划在9月、10月的时候我们要推动。因这个幼儿的事工，若是咱教会伫8月、9月过来要推广的这个教会事工，让我们的教会的幼儿在礼拜5晚上也能够来到教会当中能够受到一些信仰的造就。互咱的幼囡仔伫拜5的暗时，嘛会当来到教会，有一个受到救助的机会。不只是教会的幼儿，让社区的幼儿父母亲都能够带他们来教会。若是咱教会家己的囡仔，咱伫社区，咱嘛会使更较有招更较侪的囡仔来到咱的中间。所以我们继续把这个事工摆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所以咱就将这个事工放伫咱的祈祷中。在今天要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伫要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阮的石盘，救赎阮的主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阿门。阿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 Roy Gustafson。美国有一个真出名的布道家叫做 Gustafson。Gustafson 他是这个可能我们大家比较听过这个 Billy Graham。咱较熟的就是迄个格里汉牧师伫。那 Billy Graham Gustafson 是 Billy Graham 他们同辈的一个同工因是同辈的一个同工。那 Gustafson 他曾经有讲过一个故事。这个 Gustafson 这个牧师伊捌讲一个故事。那他特别在讲说什么是称义讲到这个称义，因为称义事实上在神学上不容易了解。实在若要了解称义无简单。那Gustafson 用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来描写这个称义。伊用一个真趣味的故事来讲这个称义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英国人，他有开一台这个Rolls Royce。讲到一个英国人，伊开这个劳斯莱斯的车。那知道说这个 Rolls Royce 是不只是英国，是全世界最好的车子。咱知影劳斯莱斯是世界上真有名、真好的车，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车子，嘛是世界上上贵的车。那这个英国人他开这个 Rolls Royce， 他有一天他说我要开到欧洲去。有一摆，伊就决定伊要开这个劳斯莱斯的车去到欧洲。这个欧洲的内陆里面，欧洲的内陆的部分。所以他开车在旅行的时候，那开一台这个 Rolls Royce， 他觉得说很 proud 觉得说非常的荣耀。伊真欢喜，伊就开这台真好的车去旅游。可是这样，他几天开的时候，突然车子抛锚 ，engine 出问题了。总是有一天，伊开到半路的时，突然间车袂动engine 出问题。他赶快打电话给这个 Rolls Royce 的那个本厂。伊就紧打电话给迄个劳斯莱斯的本厂。那本厂马上就派一个这个修车的人从英国，然后飞到欧洲内陆
去他那边去帮他修车。本厂的人就跟迄个派一个 technician 哈，一个技术师去欧洲的内陆的部分去给伊帮衬。那车子马上修好，这个小小的一个问题没什么。小小的问题无啥物，伊就真紧就修理好啊。然后那这个 technician 就那这个开车的人很谢谢这个 technician， 那就说那这个是怎么样的收费呢？这个先生就足欢喜的，嘛足想要甲伊答谢，讲安尼遮紧就修理好啊。不过这个介绍差不多是安怎呢 ？Technician 说这个我不负责，你跟公司，你跟本行在接洽。伊讲这不是我的问题，你应甲阮的本厂来做接触。那这个开车这个英国人就是说继续开这个劳斯莱斯。这个英国人伊就继续开这台好的车。那玩了1个月以后，他回到英国。算1个月以后，伊回来个甲英国遮。他就想说，哇，那这一次的这个修车费应该会很贵哦。实在有伫考虑，想讲，我这届的车修理应该是真贵的。他就等着这个劳斯莱斯的本厂寄一封这个账单给他。伊就伫等劳斯莱斯本厂寄一个账单给伊。那几个月以后，还是没有任何的账单。等真久几个月以后嘛是无等到账单来到伊的厝。他写一封信给这个劳斯莱斯，问他说，就是想要知道说到底他要付多少。伊就紧打电话给这个本厂来问这个介绍的问题。劳斯莱斯本厂也是写一封信给他说，在我们的记录当中，没有任何一台劳斯莱斯有抛锚过。这个本厂就甲伊回答讲，伫阮的记录的中间，阮唔捌有一台车是会出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任何的修理费。所以你就唔免去担心所有的迄个费用。Gustafson 说，这个就是称义。Gustafson 牧师伊就讲到，这就是称义。他在讲说，其实福音。我们所领受到的福音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咱得到的福音就是上宝贵的礼物，就好像一台劳斯莱斯一样。就亲像一个劳斯莱斯的车同款。那在传达福音的人，他们就好像这个劳斯莱斯里面的员工一样。伫传达福音的人，就敢若这个劳斯莱斯内底的员工同款。对他们来讲，这台车子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然后最让他们觉得荣幸。对因来讲，这台车是真宝贵嘛，真好的车，对因来讲真荣幸的一个代志。可是对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就好像开这个劳斯莱斯这台车的人一样。总是咱对得到福音的人，就敢若伫开这台劳斯莱斯车的人。我们完全都不需要做什么。咱是无需要做什么。我们做的东西不会让劳斯莱斯更有价值。咱做啥物代志嘛，袂用让劳斯莱斯这台车更加有价值。甚至如果说他车子有抛锚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情。甚至咱这个车伫抛锚的时阵，咱嘛唔免做什么。他本厂完全的负责。伊本厂对完全来负责。那这一个最珍贵的这个礼物，从上帝给我们这个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完全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多少？咱对上帝得到这个恩典，咱唔免靠咱的家己的力量来得到这个礼物，是偌尼大的价值呢？它是一个无价之宝。伊是一个无价的宝贝。它也是完全免费。但是伊嘛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免费的。这个就是称义。这就是称义，这个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这就是咱所得到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白白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死。咱的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白白所流迄个代价，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事工是已经完成了。伊所做的工是已经完成了。拯救是由他而来。拯救是对伊来得到。我们人不需要再增加，在这个福音当中更去加油添醋。
咱伫即个领受的中间，毋免阁靠咱家己的努力。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他的书信当中给加拉太教会的劝勉。这嘛是保罗伫加拉太的教会互因的批信中间的一个勉励。我们今天读的经节，加拉太书第1章的1到12节。今日咱读的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到12节。我会用不只是这个礼拜，那接下去的4个礼拜，我们就是用5个礼拜来思考加拉太书。咱要用5遍的时间来做伙来思想，来看这个加拉太的书批信。加拉太书是保罗早期写的书信。加拉太书是保罗真早期所写的一个批信。有些神学家认为说，这个是他写的第1封书信。有神学家安尼认为，这是伊第一摆所写的一张批。不过我们知道说，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第2次宣教的过程当中，他所建立的教会。但是咱知加拉太教会是伊伫第2摆的旅游的中间来所建立的一个教会。这在《使徒行传》16章跟18章里面有记载。这伫《使徒行传》第16章跟18章中间有来记载。按照这个历史学家跟考古学家他们的发掘说，加拉太人其实他们是属于高卢人的后裔。伫这个考古的这个学家来讲，因认为加拉太这个人就是进前的迄个高卢的人。那高卢人的后裔，他们移民到这个土耳其北边。高卢人因当初移民来到这个北边的所在。这个高卢人本身，他们是住在德国跟法国的那一区。高卢人因当初是住伫德国甲法国的迄个区。这个如果我们在魁北克这边受教育长大的话，可能会对高卢人会比较认识。因为咱有真侪机会，因为咱是住在魁北克，所以咱就用知影这个高卢这个故事。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下一个 slide？ 咱来看这个对，这所标示的这个图。有谁知道说这个是 Asterix and Obelix 的故事？我们在想知影这个Asterix and Obelix 的这个故事那这个 Asterix 跟 Obelix， 他们就是高卢人，然后在一段时间跟罗马军队在那边抗战。这2个就是高卢人当初伫甲罗马的兵踮遐伫对战。那这个是一个魁北克的卡通漫画然后他们也有制造成电视，然后制造成电影。这是因的迄个卡通人物的迄个一个描述。因嘛有甲创作伫咱的迄个故事内底，是伫卡通的人物内底，拢有安尼来做。那可能在我这一辈的话，可能我比较知道的是那个 Popeye。伫咱牧师这个时代，伊较熟的就是迄个Popeye。Popeye 这个水手，他若要有这个他若吃了一个菠菜的时候，他突然就变得很强壮。Popeye 伊若食到菠菜时，伊就变足有气力啦。那这个 Asterix 跟 Obelix， 他们不是吃菠菜，他们是吃一个什么这个 magic potion 一种特殊的药。这2个卡通人物，因唔是食菠菜，因是食一种真特殊的一种药他们吃了这个药的时候，这2个就变成超人，就可以跟罗马的兵丁在打仗。因若食这个药以后，就会变跟他超人，安尼真有气力。所以这个是 Asterix 跟 Obelix 的卡通。这就是这2位卡通人物的一个大概状况。不过他们就是描写说，这个高卢族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认为他们是蛮人呐。迄阵伫罗马的因的军队来讲，因的罗马人看因这个高卢人，就敢若迄个野蛮的人。那高卢人的后裔移民到土耳其北边。高卢人的后裔就移民到这个土耳其的北边。他们住的那一区叫加拉太。因住迄个位就是叫做加拉太。可是这些盲人、这些野人已经被同化，被这个希腊的文化同化了。
总是因伫看这野蛮人已经互这希腊的文化来同化去啊。所以他们是已经归进罗马帝国的一省。因也归伫罗马的一个省内面。虽然他们是有罗马帝国的身份，可是事实上在帝国里面，大家都很瞧不起他们。事实上，因虽然有罗马这个身份，罗马人的身份，总是因常常互看袂起。保罗当他在建立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保罗有描写说，他是在生病、在病痛的时候建立这间教会。保罗有特别提起，就是伊伫建立这个加利太教会时，是伫伊病痛的时阵。那这间教会，保罗也是描写说，保罗在生这间教会，好像是一个妇女在生孩子一样的那种痛。伫这个中间，伊形容加利太的产生，加利太教会的产生，就敢若一个妇女伫生囡仔迄种的痛苦。所以对保罗来讲，这好像是他生出来的第一个孩子一样。对保罗来讲，这就加利太教会就敢若伊是伊第一个生出来迄款的囡仔的感觉。非常爱加拉太教会的会友。伊对加利太教会特别疼痛。那他在别处宣教的时候，他也经常提起到加拉太教会所做的好的信仰榜样。伊伫别位的所在嘛，常常来提起加利太教会因好的模样，好的所做。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记载，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伫哥林多前书嘛特别提起伫加利太教会所做的好的代志。大家要想到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海港教会，非常有钱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海港的教会，所以真有钱。保罗用加拉太教会一个穷的教会，一个比较没有知识、比较让当时的人瞧不起的教会的会友，在教这些有钱这个在一个很繁忙海港教会的会友。总是保罗伊用这个较无遐尼好业的一个加利太教会来伫哥林多教会来做比喻，来伫教示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保罗是非常非常的保护，跟非常的对这个加拉太教会的会友觉得很 proud。所以加利太教会，互保罗感觉真骄傲，嘛感觉真好的一个教会。可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说前几节的时候，保罗用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安。伫真头前的所在，咱就看到伊的讲到，就是真平素，伊咧用的一个问安。他很快的在第6节的时候，他就直接骂下去了。总是到第6节的所在，伊就真直接，嘛真无客气来骂出来。他骂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伊讲我真稀奇，是安怎恁这么紧就已经离开，所我传予恁迄个福音。接下来，保罗用很强烈的字语在责备加拉太教会的会友。再来，伊个用真严格、严肃的口语来对因来责备。因为当保罗传给加拉太教会的福音的时候，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保罗伫传福音给加利太教会时，伊讲甲真清楚。在第4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问安的时候，他就讲说，基督是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舍己。尤其伫第4节中间，伊阁讲为着咱的罪，主耶稣基督是为着咱的罪献伊家己，要救咱出现今歹的世代，就是照咱的父上帝的旨意。要救世上每一个人都脱离这个罪恶，是要救世间每一个人来脱离这个歹的世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没有在偏待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无要偏待人的，甚至在帝国当时被人家瞧不起的加拉太人。甚至伫当时，加利太人无互人受到重视，互轻视的中间嘛同款。耶稣也为他们而死。
耶稣基督嘛是为着因来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耶稣白白的死，不是加拉太人能够赚取到这个福音。主耶稣基督为咱死，毋是咱任何人，还是加入太教会人，用来付出的一个代价。对保罗来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句话啊，保罗的神学观念还没有，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了解。因信称义这个问题，保罗伫这个时阵也无真清楚。这句话是在罗马书里面是比较晚期，保罗在做这个神学的整个整理的时候，他才好好解释什么是因信称义。是直到罗马书的时啊，迄阵有较好的整理来对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问题。对保罗来讲，在这个早期的宣教的时候，他只知道说福音是一个没有代价的一个福音。伫早期保罗伫传福音的时，伊敢若知影上帝福音是无分大人的。福音要带给所有的人。福音是要带予每一个人的。可以说，福音是上帝的恩典。会通讲，福音是一个恩典。透过这个恩典，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是透过这个恩典，咱才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这个恩典，称义。加拉太人，当保罗离开这个教会一阵子以后，加拉太人他们听到有什么样不同的福音呢？总是保罗离开以后，加入台的人，因伫遮有听到一寡其他无共款的福音。他另外一种福音是从犹太人的基督徒传出来的。另外，这种无共款的福音的声，就是对犹太人基督徒遐出来。不是因信称义，他是要靠着律法来称义。伫遮因所要讲的，就是毋是因信来称义，是用咱家己的爱靠做一寡爱有一寡行为，爱靠咱守律法，才会当得到的一个恩典。那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从耶路撒冷过来。这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对耶路撒冷来的。罗神，我们可不可以看第二个，下一个？咱会当搁看下面这张。那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自称说代表使徒。因来家己自称讲，因是代表使徒。自称说他们是有这个雅各、跟彼得、跟约翰的权柄。因来自称讲，因是有雅各、有彼得、有约翰，因的这官兵。那他们在讲另外一种福音。因伫讲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是说当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讲是咱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初步。不过这是初步。那你们在接下来的另一步，就是说你们要靠着律法来称义。不过刷落，恁就爱靠行律法来称义。特别是他要这些加拉太人守割礼跟守安息日。特别一点则讲两个问题，就是割礼个守安息日。那当然，割礼跟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传统跟律法下面，他们是从小就在遵守的。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割礼个守安息日是因对细汉就伫守的一个律法。对他们来讲，这是理所当然。嘛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太困难。不是困难的。可是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要守割礼，要守安息日，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过不去的一关。总是那对外邦人来讲，这对因来讲就真大，无简单的代志。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来到加拉太这边，画一条线。所以这犹太人的基督徒来到这，就来画一条线。你们的信仰需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才会得到恩典。恁若要得到好的这个信仰，恁就是爱行安尼律法来得到。将加拉太的基督徒开始在怀疑他们所受到的这个讯息的时候，这犹太人就开始伫怀疑因所得到、所听过这福音。保罗就责备他们。这时保罗就来责备因，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基督所恩召你们的恩典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就是因为安尼，恁就来
离开本来恁所听到的福音，来行另外一种的福音吗？因为从保罗的认知里面，福音不是加拉太人需要去做什么事情的。因为伫过去保罗所传的恩典，这个福音唔是恁爱行律法才会当得到的。就好像这个劳斯莱斯的这台车子是不需要开车子的人自己亲自去保养。就敢若这个好的车，唔是你家己爱亲自开这个车去互保养。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有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伊就唔免做啥物，就会当得到这个好的恩典。福音是最珍贵的一个礼物，福音是一个真上宝贵的一个礼物，是人不能去做什么来赚取的。唔是因为咱做啥物带来得到的礼物。福音也是一个无价之宝，完全免费的无价之宝。福音是一个完全免费的一个无价的宝贝。保罗在加拉太这个第1章当中，他还没有太细节的去解释说为什么从犹太人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传讲的福音的错。伫第1章的中间，保罗踮遮还未讲到为耶路撒冷过来这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安怎要传这唔对的福音。那我们接下去有几个礼拜还可以去更去思考。刷落咱阁继续看的时，就会当来看更较侪这个问题。可是对保罗来讲，保罗在讲说他所传的福音是正确、是传正统的福音。总是保罗踮遮真严格来伫讲，伊所传的迄是真正的福音，完全免费的一个福音，是一个完全免费的一个福音。那其实在保罗当看到说这个早期的教会有一些加油添醋的福音，伫当时加勒泰教会有遮个无好的一个加入来的福音的内容。其实，在保罗所碰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今的基督教也经常碰到同样的问题。因当时拄到的问题，伫咱即马嘛是同款有安尼的问题。我提出3种加油添醋的福音。我踮遮要提出3种无好的内容的福音。第一个是叫做成功主义的福音。第一种就叫做成功主义的福音。那成功主义的福音，主要是在讲说，当人接受福音，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上帝会大大的祝福。当咱来接受福音，来成做咱个人的信仰的时，上帝会大大来祝福咱。可是上帝的祝福是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祝福。总是咱看到这个祝福，是要为伫外在咱所能看到这个享受，还是好的财物，才来看到。成功主义的福音更加的解释说，如果你在这个世上没有受到上帝的地上的祝福，成功主义嘛，踮遮伫讲，那你无得到这世上所人能看到这好的物件，那表示你的信仰或说你所领受的福音是不正确的。安尼表示你所领受这个信仰是唔对的。那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布道家到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到一间比较小的教会。我捌听过一个布道家，伊到一个较细间的教会。他讲道的时候就讲说，我看得出来教会里面，你们这一间教会是没有神祝福在你们当中。伊看到讲恁这个教会唔是上帝所祝福的一个教会。因为我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开 Mercedes-Benz 跟 BMW。因为我的教会每一个人拢是开足好的车。你们教会都开 Toyota 跟 Honda。恁的教会那拢开一寡较无同款的牌的车。你们信错了。恁信唔对啦。信仰有问题。恁的信仰有问题。真的，这个成功主义的一些布道家，他们是这样子在传的。这个成功主义的布道家，因就是安尼伫传的。成功主义不是说在富裕的国家才看到，像说美国有一些布道家，他们是专门是在 preach 这个成功主义。伫美国嘛，真侪布道家伫安尼推动这款的成功主义的这款的。我们现在看到说，有时候在非洲、在亚洲开始有一些同样的讯息也出来。伫非洲还是亚洲嘛，开始有安尼的声音出来。接受福音一定有上帝在地上的祝福。
若是接受福音，恁一定会得到像世上会看到你若没有赚大钱，没有受到祝福的话，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你若无趁到大钱，你若无这好的享受，你就是你的福音有问题。加油添醋的福音，这是一个无好的内容的福音。另外一种福音叫种族歧视的福音。第二种咱要看的就是种族歧视、讲轻视。这个特别在南非，他们有一段很伤心的历史。伫南非因有一段真伤心的历史。黑人、白人，他们不止种族歧视，他们甚至有种族的分割。伫遐南非黑人、白人不只是有歧视，因个会安尼分割。那这个政策是从政府开始这样子宣传下去的。这个无好的风俗，就是为因的政府遐安尼传落来。可是当时在教会，在南非的教会，特别是从荷兰后裔在传的这个改革宗教的教会里面，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这嘛是当时伫荷兰的后裔的内面，因的人嘛开始伫传安尼无好的这个代志。他们用一些很奇怪的神学的观念，在讲说黑人、白人的确上帝创造他们不一样。因就要来特别强调讲，你看上帝创造黑人、白人，就是无共款的。甚至在这些教会当中，如果说有一个黑人进来的话，他不会让黑人跟这些白人基督徒一起领圣餐。有时若是黑人特别入来的时，因嘛袂允准，互伊甲白人做伙来领受圣餐。他说：“你们黑人就要到你们的黑人教会去领你们的黑人圣餐。”你讲恁黑人，恁就去恁黑人的教会去领受圣餐。我们白人是上帝拣选的种族。阮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种族白人，所以无共款。种族歧视的福音，伊是一种种族的轻视的一个福音。那当然这是在南非的这些教会的一些宗教家，后来他们都有悔改。后来伫南非教会的这个传道者，还是这个报道家，因有悔改。那我在神学院的神学老师，他也是从南非过来的。我伫神学院的时，阮的这个老师嘛是为南非遐过来。他特别在教导当中，经常在跟我们提到说，他们那个时候悔改的时候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经历。伊嘛特别讲到因迄阵悔改的时的一寡的经历。他让他分享当中，他说他从小长在这种种族歧视的环境里面。伊讲伊细汉就是伫这款的环境来大汉。从来都没有想到说这有什么不对，也袂感觉轻视，还是安尼讲黑人白人分开有啥物唔对的所在。后来他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悔改，总是后来伊看到这宗教的领袖拢有悔改，他感谢主说上帝的灵继续在这些教会当中在教导人，在更改。伊感谢上帝，上帝的圣神继续伫因的教会来做这个互大家会知影唔对来悔改的代志。可是让他更深深的了解说，在神里面没有分什么黑人跟白人。对，因为安尼，伊更加知影上帝恩典是无偏待人的。第三种加油添醋的福音。第三种无好的内容的福音呢？这个他现在已经不是在分肤色了，他是在分国家。伊无要分肤色，皮肤无同款的色，伊即嘛是要分国家。国家优越的福音。国家有一种优越感。那这些是有时候在一些基督教的国家，特别提到美国。伫遮有特别讲到基督教的国家就是敢若美国。他们觉得说，美国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说，美国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家。因为因感觉美国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国家。那特别是很多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他们都是基督徒。真侪因的政治家拢是基督徒。可是你发现说，他们在用的这些神学观念，跟他们的对他们自己感受的说，我们比谁都还要好的这种优越感的福音传出来的福音，都有一点不太对。总是因会感觉对这政治家所传出来，还是因所做，就是要感觉，互人感觉讲，阮就是特别无共款的，咱是一个较优越的国家。曾经
有跟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在提到说这个宗教信仰，美国跟加拿大有什么不一样？捌甲一个为美国来一个牧师来伫讲到加拿大甲美国的迄个宗教信仰有啥物无共款？这牧师很坚持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绝对不会投票给奥巴马。伊讲你若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就袂投票给奥巴马。他特别是讲到说，奥巴马在那个时候，他在推动他们的这个 healthcare， 就是这个全民的健康保险。尤其迄个时阵，奥巴马伫推广迄个全民健保。他说，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赞成全民健保。伊讲，若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伊是袂赞成全民来健保。我跟那个牧师解释一下说，加拿大因全民健保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我甲迄个牧师讲，伫加拿大全民健保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啊。是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用信仰的观点推动全民健保。迄个时阵是为教会出伫信仰的起步来伫想来做一个推广。因为上帝怜悯这些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人。因为上帝怜悯遐个免家己照顾家己的人。这是完全是符合基督教的教导。这是符合伫圣经的教示。他看了我一下，他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伊看我一个，就无搁继续讲落。我知道他心里想说，你一定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伊咧想我应该唔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成功主义的福音、种族歧视的福音、国家优越的福音。这三种成功主义，搁种族歧视，是国家的优越点，这种的无好的内容的福音。这是其实还有很多加油添醋的福音其实佫有真侪无好内容的福音。这些让我们保罗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再回头去想一下，到底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福音？这嘛，佫再互咱佫一摆来反省，咱过去所领受、所得到迄个福音是甚物？有时候我在想到说，其实福音救了我的家人。我深深定定伫想这个福音是救阮全家。弟兄姐妹可能也是有听到我妈妈、爸爸有在分享他们那个时候信基督教的一些经过。恁可能嘛捌听过我的爸爸还是妈妈捌讲过因过去安怎领受到这个福音的经过。爸爸妈妈在台湾是一个医生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伫台湾的是一个医生的家庭，很受人的尊敬，真受人尊敬。可是那时候生了哥哥是一个残废。总是迄个时阵我有一个兄哥，就是残废。他从生出来的时候脑就麻痹。伊生出来时脑麻痹。他不只是他的运动神经麻痹，他的讲话跟他吃东西都很困难。不止安尼吼，伊讲话还是吞要食活动拢无正常。当时在这种传统宗教的认知里面，这是他们叫做前辈子的作孽。伫阮传统的思想内底，这就是一种的，敢若受咒诅、有作孽安尼。所以妈妈那个时候带着哥哥，在很多的庙里面都一直烧香，一直拜。迄个时阵，我的妈妈就带哥哥会到真侪庙，还是去拜真侪神。那不管是他们的算命，或是在拜拜的当中所接受到的信息，都是说你要你要一直捐钱给这些庙来洗你的罪，赎罪了。对这个神明还是这个算命先来讲，伊就是爱甲你讲，你就是爱搁做真侪好的代志，例如就是爱献一寡钱出来安尼。可是，一直做，哥哥都没有好。总是我的妈妈嘛是一直做，总是嘛无改变这个事实。很多次妈妈都想要自杀。真侪摆我的妈妈嘛想要自杀。因为活在这种罪恶感当中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因为这是一种活伫一种的罪恶的内面，真艰苦。是后来真的是神的恩典，让妈妈接受到一个妇女的查经班。迄是一摆的机会，我的妈妈伫妇女的查经的中间来接触到福音。她才知道什么是
基督教的福音。迄阵伊才知影啥物是基督教伫讲的迄个福音。上帝爱世上每一个人，上帝疼世上每一个人，甚至一个残废的人。甚至一个无完全、无正常的人。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接纳是无条件的。上帝伊的疼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残废的哥哥不是因为谁做了孽，那你需要去赎他的罪。这毋是因为某一个人伊做无好，伊来做受到咒诅，才变即个结果。残废的哥哥是上帝要在他的身上有一天来彰显他的荣耀。我即个无正常的哥哥是上帝要伫即个代志顶面来彰显伊家己的大气力、大能力。其实当妈妈跟哥哥他们接受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接受了福音。当我的爸爸跟妈妈接受了这个基督教的福音，改变了他们所有的对人生一切的认知。因开始改变因对人生的一种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改变了阮家庭的。想到哥哥，他虽然没有办法动，没有办法说话。虽然我想到我的哥哥无办法讲话，无办法动。其实他说的话是别人听不懂，可是我们家里的人大概听得懂。伊讲的话，别人听唔捌，总是阮厝里的人拢听知影。我也想到说，当我信仰在挣扎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当我伫信仰中有一段时间伫心内有真大的挣扎的时阵，也是哥哥拖着妈妈带一句话给我。嘛是哥哥来拖着妈妈来讲一句话来影响我。哥哥说：“叫弟弟回去教会。”伊讲叫弟弟爱回去教会，叫弟弟要回教会，叫弟弟爱回去教会。在妈妈跟在哥哥的生命当中，他们做很多的见证。伫妈妈甲哥哥因的身上，因做真济的见证。真的，他们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伫遐彰显上帝的大气力。哥哥33岁过世。哥哥伊是33岁就离开世间。有时候我想说，基督耶稣也是33岁过世。有时我嘛常常想到耶稣基督，伊嘛是33岁就来离开世间。我就想到说，这个哥哥生出来的时候，医生的时候就讲说，这种小孩子是活不到5、6岁，活不会超过5、6岁。当哥哥出世的时，医生拢是讲，伊这种病袂超过活5、6岁。可以算是说，哥哥在很长的一段的过程当中，他的命是上帝完完全全给他的恩典。伫这个过程33岁遐尼长的中间，迄是完全上帝甲伊托住。讲到妈妈经常推着哥哥，想到我的妈妈常常杀迄个哥哥，在很多的不同的教会做见证，伫无共款的教会来做见证。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里。这就是上帝恩典伫阮的厝里，不是我们人可以做什么东西，拢毋是阮会用做什么，是完全只是我们看清楚神的爱，是完全阮看到上帝伊的疼。神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伊接纳阮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是富有的、贫穷的，无论讲你是有钱还是无善车，不管是健康的、残废的，还是你是健康还是残废的，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还是中国人，无论你是倒位的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的皮肤是啥物色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就是疼每一个人。福音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福音毋是咱爱去用啥物代志我们只要来做，心里打开接受，咱来将咱的心拍开来接受，神的祝福就临到。上帝福音的祝福的临到。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眼睛闭起来，思考今天你所领受的话语。用2分钟的时间，咱来默想。